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4月29號，我係 Anna， 好開心二公子同我去尖沙咀試398蚊日式刺身機燒海鮮半放題，提早慶祝母親節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尖東港鐵站 A2 出口出見到寶麗巷轉左，萬商廣場搭 lift 上1字樓就係呢間百艷居酒屋，門口呢都擺放咗好多餐牌嘅。今日我哋嚟試338蚊加60蚊原價服務費日式刺身機燒海鮮半放題，任食5小時。門口都擺放咗多款嘅日本 sake， 好多謝二公子提早為我慶祝母親節。入門口呢有唯一一間 party room 嘅，如果你多人 gathering 嘅呢，食機燒嘅地方都幾特別。好搞笑啊！日式餐廳佈滿咗 Coca-Cola 嘅 logo， 飲品櫃呢有清酒同埋汽水就任飲嘅。佢原先呢係一間居酒屋嚟嘅，地方唔算好大，而家呢就改咗做放題，環境呢都幾舒服嘅。牆上面呢都掛滿咗日文嘅小餐牌。半放題首先嚟嘅就係海鮮刺身拼盤，另加100先至可以 A4 和牛同刺身任食。最好食呢都係得三文魚，油脂豐富又夠新鮮。三文魚呢都幾肥美喎。其次呢就係呢個阿根廷蝦，肉質呢都好爽彈同埋鮮甜。蝦都好大隻喎。油甘魚呢都夠新鮮嘅，肉質都幾甜味。鯽魚呢肉質就麻麻，味道呢就好一般。熒光魷魚呢都新鮮爽脆，刺身拼盤尚算合格。慢煮鵝肝都入口即溶，鮮甜冇腥味。幾大塊鵝肝多。今日嘅主角每人有半邊花龍蝦，服務態度麻麻，要叫先至拎出嚟打卡。然後佢呢幫我哋拎返入去燒，你睇幾靚。今日母親節呢覺得好開心啊！好多謝二公子請我食機燒海鮮放題。龍蝦呢雖然唔係太大隻，但係呢都好似好飽滿。而家呢我就開始處置佢啦，將嚿肉拎出嚟。蝦頭就唔係太多膏。幾大嚿龍蝦肉鮮甜爽口，好食。仲有一次過嘅比目魚西京燒同焗蠔，芝士焗蠔呢焗得唔夠焦香，芝士味又唔夠濃，醬汁調教得唔夠惹味，蠔本身又唔夠 creamy， 好一般。比目魚西京燒呢燒得比較過火，肉質呢有少少鞋，又唔夠滑。跟住上咗第一盤機燒海鮮，以後都可以任點。但落燒呢冇用到蟹殼，用個兜裝住嚟燒。啲夾螺燒幾靚。第一次燒嘅生蠔呢，肉質同味道都係麻麻。石頭蜆佢唔知係咪擺耐咗呢，唔夠鮮甜。燒香咗嘅大虎蝦呢，味道唔錯，肉質都幾爽彈鮮甜。仲可以開爐呢，任食壽喜燒鍋。呢個 A4 和牛呢，就只係提供一次。A4 和牛呢，有少少肥，仲有娃娃菜、冬菇同埋金菇。我哋呢係揀咗煎魚湯底嘅。A4 和牛肉質腍滑，有濃濃牛肉味。A4 和牛呢，食咗啲味都唔錯。任食嘅安格斯肥牛呢，就比較遜色，肉質鞋之餘呢，又冇乜味。西九灣呢，食海鮮衝刺之餘呢，都試下其他食物。順帶一提呢，火力好慢，機燒嘅時候呢，好耐，尤其是肉類。西九灣好啲，呢隻蠔呢比較肥美。哇！你睇下幾大隻蠔，熱辣辣咁，睇完都開心喎。都好鮮甜好食，梗係唔少得我中意食嘅扇貝啦。肉質呢都鮮甜好食，但係唔係太大隻。提提大家，鮑魚本身就熟㗎啦，反轉佢燒幾秒，燒熱就食得，好爽口鮮甜彈牙。
我同二公子都 encore 咗呢個好味嘅甲螺燒，但係燒嘅時間要好長。死冷嘅蟹肉蟹膏撈埋蛋同明太子，野味好食。雞燒係薄切5塊腩嘅肉質蟹之餘呢，又冇味道，好一般。火爐好慢，雞肉燒熟咗之餘呢，又係好蟹同埋冇味道。小食嘅炸雞軟骨、章魚小丸子、天婦羅蟹、柳蝦同埋南瓜都正常。炸仔魷魚乾超硬，冇牙千祈唔好嗌。東大嘅富貴麻醬汁酸到超難食。西京灣嘅豬肉腸同魚肉卷味道就正常。多春魚肉質麻麻，石頭蜆都冇味。虎蝦呢係唯一味道好啲嘅。嚟到先知呢，今日竟然係冇羊架供應。雞絲虎蝦呢，肉質都爽但鮮甜好味。而家呢，就食最後一彎啦。哇！你睇下幾咁靚。鮑魚呢，雖然係9孔鮑，但係肉質都鮮甜爽彈。生蠔呢，真係好參差，多數都唔夠肥美鮮甜。啲小扇貝過火咗，肉質好鹹，又唔夠甜味。牛油炸煲呢，完全冇牛油味，好淡。紫薯呢，又腍白白，好甜。雲呢拿泡芙好似擠咗好耐咁，唔好食。章魚燒紅豆餡呢，都正常嘅。除咗虎蝦呢，就係呢個甲螺燒呢，係比較好食嘅。如果似有少少感冒，唔係狀態，全日就只係覺得呢個天婦羅蝦係比較好食。最後呢，就食埋雪糕作終結，味道麻麻。兩個人呢，就食咗800蚊，質素呢，就同百零蚊嘅放題差唔多，仲唔係好願意俾客人點單，實在係有啲失望。以下係今日餐廳嘅 menu，供大家作為參考嘅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